今年过年放7天的假，交通部公路局将对苏花公路的疏运，要伫2月13、14连假的最后2天，伫花莲总得来试办9班的轿车，坐3个人，就当来驶大客车的优先道路。嘛要推出国道客运春节优惠，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 苏花界拄着连假，就会涌入车潮，是交通节区。即摆春节7天连假，公路局提出新的疏运方案。头一摆伫苏花界花莲总得试办9班小客车高承载，只要车流量大，民众小客车坐满3人，就会当驶伫内侧的大客车优先道，免伫外侧小客车车道排队。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也增加了一个试办在崇德路段北上那在尖峰时段我们会进行高承载的一个管制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最大量会出现在我们的连假倒数第2天也就是初四2月13号。公路局分析，苏花路龙交通流量，如果2月初8开始出现路南车流，2月初3将会初1达到高峰，但伫路南车流有过1万8千台次，9班车流有过伫13、14上济，但伫车流量达到2万至2万2千台次。因为9班车流多数踢伫总德段，所以伫当地会试办高承载措施，有过尖峰时段会当升20至半点钟。全国88条的国道客运路线，可以享平日的优惠或85折的票价。那第二个是转乘优惠的部分，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10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客运，就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1段票的免费。公路局也针对国道客运伫春节连假推出优惠措施，包括坐88条国道客运路线会当享受平日优惠价，也是票价半5折优惠。凡是坐台铁、高铁、国道客运转坐在地市区客运，还是公路客运路线，也会当有一段票，也是基本里程免费优惠等。南部地区国道客运也推出限定增加优惠。安尼降低春节期间私人运区使用，提升交通顺畅度。记者综合报道。